今天是大周末的，我这个想床上躺一会儿。你瞅瞅你俩，就搁这抢啊，这是咋回事？这是啊，就搁人身上这么抢，都别玩，给我拿过来，来啊！你你俩都早上刚洗澡，你说你俩不累挺吗？睡一觉好不好啊？啊！大早上刚洗澡，翻新的漂漂亮亮，你看这不小毛绒嘟的，人家小耳包也洗干净了，是不是啊？啊，一人带个小耳包啊！哎呦，这俩包，这两个犟种，这就快拽上了。都别玩了，都别玩，给我拿过来，来，给我拿过来，来，给我拿过来，来。哼唧唧的一天，还拽，要抢俩，换个地方抢去。